台湾布袋戏的历史真久长，国立台湾博物馆馆藏的布袋戏红仔甲文物都有10万件。即阵台博馆是要出一系列的册，记录布袋戏文化发展路程。所以讲，今日就先举办头2本的新册发表会。戏台顶悬西电社布袋戏真拍拼的演出，那大家卡的破声是吹袂停。过去西电社馆2700多件布袋戏红仔，互台博馆收藏研究，嘛互台博馆的戏红仔收藏累计超过1万件。那即阵伫文化部计划经费的支持，台博武戏馆藏系列的第1本册甲第2本册总算是出版啊。内容包括传统武戏艺术收藏甲研究，一套拢总8本册，也有6本还未发表，会当讲是台湾武戏的工具册。我们把这1万多件的这个布袋戏可以从整饰，然后修复，还有包括那个相关的诠释资料跟它的历史文化的脉络的相关资料，这个基础资料的建立。那我们建立以后，我们再来的动作就是希望可以拓展研究，还有这个展示，还有教育推广。目前台博馆11万件收藏当中，干那布袋戏红仔就占了1/10，是全台湾收藏上济博物馆。西电社董事长嘛讲到，面对布袋戏人才出现断层，要安怎让少年人重新认捌布袋戏是因的社会责任。阮是希望讲一寡少年会当投入这个布袋戏传统文化去来挖掘伊的精髓，用伊的精髓去个再造这对台湾来讲，不管讲规个产业的发展也好，是这个文化的扎根拢是真好的一个方向。台博馆嘛表示，这款武戏的文物经过系统性的整理，佮数位化了后，未来嘛小连续推出以武戏做主题的特展，互武戏艺术成做台湾民间艺术发展的重要基地。记者综合报道。